主播都提到各位，香港嘅電視歷史咧即將揭開新嘅一頁啦！亞洲電視嘅免費電視牌照凌晨0時會到期，電視頻道咧都會交翻俾政府。仲有唔夠3分鐘，香港電台同埋香港電視娛樂咧就會提供免費電視廣播服務。我哋會大家咧直播住咧電視頻譜嘅交接安排㗎。而家電視畫面上邊咧就見到4個窗口，咁咧喺左手邊咧就係一個模擬廣播嘅交接嘅過程。而喺右手邊咧就係數碼廣播嘅交接過程，咁喺畫面上方咧就係現時咧亞視嘅廣播信號嚟㗎，咁而畫面下方咧就係2個喺慈雲山嘅發射站嘅機樓咧嘅直播畫面。左手邊嘅左下角咧就係模擬廣播嘅機樓啦，咁一陣間喺嗰度咧工作人員咧就會咧就係做一啲嘅一啲嘅行動啦，撳一啲嘅掣咧就會將一個嘅模擬廣播咧就係由亞視咧就轉為咧就係香港電台咧就係接手廣播噶啦。咁而喺畫面嘅右下角咧就係數碼廣播嘅機樓嚟㗎。咁一陣間咧，工作人員咧，只要撳咧畫面嘅第2排掣嘅最左嗰粒掣咧，咁呢個數碼廣播嘅頻譜咧，就會由亞視咧轉為咧就係由 ViuTV 咧就係去廣播㗎。咁提大家啦，喺今日嘅稍後時間咧，咁大家咧就重新喺電視機裏邊咧做一次嘅搜台嘅動作咧，吞翻電視機嘅台咧，就可以199台咧睇到 ViuTV 嘅而家測試嘅信號。咁而 ViuTV 咧，亦都會喺咧就係下個星期3，即係4月6號嘅下晝6點咧，係會正式係啟播嘅。咁你睇翻咧就係畫面嘅左方咧就係模擬頻譜交接過程啦。咁一陣間咧就係喺亞視咧就喺午夜嘅時候咧嘅信號咧就會係停止廣播噶啦。咁到時咧，原本亞視嘅頻道咧嘅畫面就可能會出現一個舞台徽嘅一個畫面，係一個藍色嘅畫面嚟㗎。咁然之後咧就亞視嗰個嘅歷史咧廣播嘅歷史咧就係已經正式完結。咁香港電台咧就會係工程人員咧就會接受咧就係啟動佢哋嘅廣播。咁香港電台咧就會係接手做呢個模擬頻譜嘅廣播啦。好啦，各位，而家時間咧就已經去到咧就係11點59分啦。咁即係話咧仲有唔夠1分鐘咧，亞洲電視59年嘅免費大氣電波嘅廣播咧就會即將完結啦。咁而香港嘅免費電視嘅歷史咧就會揭開新嘅一頁。咁你大家睇到咧就喺畫面上邊咧2個唔同嘅機樓咧就將會咧係做一個咧就係模擬頻譜啦，同埋數碼頻譜嘅交接嘅過程嘅。咁喺政府嘅工作人員嘅監察之下咧，咁各個工程人員咧就將會咧就喺大概12點鐘咧做一啲嘅行動啦，然之後咧就會將一啲嘅廣播咧就會正式咧交接㗎啦。相信信號咧就係唔係睇設計。好啦，我見到咧係模擬頻道嘅亞洲電視已經係出現咗雪花。嗱，好啦，睇到咧各位啱啱咧，如果搭定12點鐘咧，就將咧發射裝置關閉。呢一個咧就係亞洲電視嘅信號咧，係正式咧就係完結咗啦。咁即係話咧，標誌住咧59年咧亞洲電視嘅廣播啦，已經係正式完結咗啦。已經係準備好啟動一組。咁頭先睇到咧，工程人員咧都已經撳咗啲掣啦。咁啊，見到咧係喺咁模擬頻譜咧同埋數碼頻譜咧，將會即將分別咧就係由香港電台同埋 ViuTV 咧係接手咧係去廣播嘅。而喺我身邊呢一個咧係亞洲電視模擬。好啦，而家咧就係我哋聯絡到咧，就係喺慈雲山發射站記者麥子賢嘅。咁麥子賢頭先睇到咧，就係嗰個交接過程嘅直播畫面啦。咁想問下咧，現場嗰個交接嘅情況咧，係咪都好順利？亞視嘅頻道咧會睇到呢個畫面。咁係啊，李津，其實而家咧，我仍然係喺慈雲山嘅數碼頻譜嘅發射站嘅控制室入邊㗎。咁其實頭先咧喺12點搭正嘅時候咧，工程人員咧就已經撳咗呢一個掣啦。咁其實嗰個數碼嘅頻譜咧係正式由亞視咧係交由呢
一個 ViuTV 接手咗㗎啦。咁其實見到我身後面呢一部電視啦，就可以見到咧，其實而家 ViuTV 咧就已經正式接收咗呢一個嘅數碼頻譜嘅電視。咁而家咧亦都可以見到電視畫面入面咧係見到 ViuTV 嘅電視㗎啦。咁其實咧可能觀眾咧而家就可能都會好心急啦，想睇下可唔可以睇到搜尋到 ViuTV 㗎。咁其實咧有幾個方法。咁第一個咧就係如果用緊機頂盒或者係數碼電視嘅觀眾咧，就可以重新搜台，咁可以直接咧就可以搜翻呢一個99台㗎啦。咁至於 ViuTV 嘅觀眾啦，亦都有多個方法㗎，就可以直接用呢一個機頂盒咧就撳呢一個99台就可以㗎啦。咁如果而家咧係接收唔到嘅話，都唔使太緊張，因為你可以喺稍後嘅時間咧係再試多一次㗎。咁至於模擬頻譜嘅方面咧，就會由呢個時候咧亦都會由港台嗰邊係正式接手㗎啦。咁係用緊傳統電視嘅觀眾咧，亦都唔需要話重新搜港台呢一個嘅頻道嘅。咁觀眾可以直接咧就撳翻以前亞視嘅呢一個嘅頻道嘅編號啦，就可以直接睇到港台嘅呢一個嘅模擬嘅頻譜嘅模擬頻譜嘅台㗎啦。咁其實咧而 ViuTV 嘅台咧就可以而家咧暫時咧都仍然係未正式開台㗎，要喺下個禮拜3咧，亦即係4月6號晏晝嘅6點鐘先至係正式睇播嘅啫。咁而家咧就會見到一啲嘅測試嘅畫面，亦都會見到部分 Now 嘅節目、新聞，包括係新聞節目同埋一個嘅娛樂節目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住，而4月6號咧就係正式 ViuTV 嘅開台㗎啦。咁頭先啦喺唔夠1秒嘅時間，觀眾亦都係見證咗呢一個嘅歷史時刻。講喺呢一度嘅報道暫時係咁多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呢個咧亦都係好啊，唔該曬樂見㗎啦。睇到咧而家畫面見到嘅畫面咧，就係話咧就喺模擬頻譜方面啦，即係原本亞視嘅台啦嘅模擬頻譜咧，而家已經係由港台接手㗎啦。睇到咧而家咧原本睇緊亞視嘅觀眾咧，而家已經係可以睇到咧，就係香港電台咧，就係香港電台嘅電視31台嘅廣播啦。咁而家目前咧，佢哋都係仲係咧出緊一張嘅一啲嘅宣傳嘅信號啦。好啦，咁啊去到咁佢哋咧到聽朝咧6點半咧，亦都係會咧係廣播㗎。咁即係話咧，亞洲電視咧而家嘅模擬頻譜咧已經係全面由港台去接收㗎啦。咁如果再提一提大家啦，就係咧一陣間咧就係喺如果大家咧再重新喺電視嗰度睇嘅話咧，喺99台咧就會睇到咧就係 ViuTV 嘅數碼嘅頻道咧嘅信號嘅。大家見到咧，咁頭先咧，目前都提過咧，就係話咧 ViuTV 咧而家咧係一個嘅測試信號，咁大家都可，但係如果大家咧重新搜尋咧都可以睇到㗎啦。咁到到咧星期3 4月6號嘅6點鐘咧就會係正式睇播。咁睇到咧，而家喺3個站咧，模擬頻譜同埋咧數碼頻譜嘅交接過程咧都係順利嘅。平等共融時段啦、教育及學習時段啦、黃金節目時段啦、經典重溫時段等等。咁樣喺呢個信號咧，咁有59年歷史嘅亞洲電視啦，免費電視牌照咧已經係屆滿㗎啦。咁樣係亞視嘅電視頻譜咧，港台電視31同埋港台電視31A 就會同步廣播㗎啦。聽到嗎？喺港台接收亞視頻道之後，初段咧模擬電視個宣佈係會有。咁留得港台方面咧就係話咧，而家咧就係交接順利啦。咁市民咧就喺可以咧而家咧就係睇到咧港台嘅信號㗎啦。咁港台咧根據之前嘅報道啦，港台31台嘅節目咧，第一個節目應該係會重播翻呢一個10大中文金曲嘅。咁咧，但係咧只係會播放到凌晨1點半嘅啫。聽朝6點半咧，佢哋會係再做多場廣播嘅。咁啊，係喺上年嘅4月啦。好啦，而家再睇翻另一個畫面咧，就係咧亞洲電視咧大埔廠房嘅直播畫面嚟嘅。好啦，咁睇到咧，呢一班咧新亞視咧留守到最後嘅員工啦，包括咧一部分咧都係新聞部嘅員工啦，就向觀眾咧就揮手告別嘅。睇到咧就係呢班咧就係頭先咧佢哋喺10點半嘅時候咧，亞視已經係播出咗啦，佢哋就喺呢條新聞報導咁啊，所以咧我諗相信咧留喺最後嘅員工咧，好大部分咧都係新聞部嘅員工。咁佢哋咧就喺亞視嘅信號咧停止廣播嘅之後咧，就喺門口咧就出嚟咧就揮手咧就係向大家就告別啦。亞視咧係到4月1號咧而亞視咧59年嘅廣播歷史咧，亦都係告一段落。原本咧係亞視好啦，我再睇翻咧就而家直播嘅畫面啦。
睇到咧，而家咧就係喺左手邊咧，就係而家就係左手邊咧就模擬廣播嘅頻譜咧，而右手邊咧就係數碼廣播頻譜嚟㗎啦。嗱，而家咧其實如果觀眾咧喺電視裏邊重新搜圖嘅話咧，已經可以喺99頭咧睇到 ViuTV 嘅信號啦。即係話咧，數碼頻譜咧亦都已經係全面咧就係由 ViuTV 接手。個信號係穩定之後咧。咁而家 ViuTV 播緊嘅畫面咧有啲測試信號嚟㗎，咁大家都可以睇到咧一啲新聞嘅節目咧，同埋一啲嘅娛樂節目，到咧下個星期3嘅6點鐘咧就會係正式啟播。咁我哋記者黃婉晴咧，而家就喺大埔咧亞視廠房嘅門口啊。係黃婉晴，剛才睇到咧就係啲嘅員工咧就係收手告別啦。咁啊，現場嘅情況係點樣樣咧？31同埋31A 同步。各位觀眾，大家而家收睇到嘅係港台電視31嘅係31A 同31A。啱啱收睇緊黃婉晴嘅觀眾，你哋睇緊嘅係港台31A。啱啱大概咧係點成之前，香港電台已經完成咗接收亞視嘅2號頻道咧，係想明白今個大節目可以喺今晚2點半喺港台電視。如果咧係想了解一啲港台電視嘅話，可以喺今晚暫時聯絡到記者黃婉晴啦。咁啊，再睇翻畫面，睇到而家咧就係咧喺兩邊嘅信號咧，主持係咧就係交接順利啦。亦都睇到咧 ViuTV 嘅工作人員咧就喺前山嘅發射站咧做緊一啲嘅跟進嘅工作。咁剛才睇到咧就係喺個粒掣撳咗之後咧，以下嘅節目咁嗰個數碼嘅頻譜咧就正式就係由亞洲電視咧就轉為咧就 ViuTV 接手啦。你想講嘢咁而模擬頻譜方面咧，亦都係香港電台咧，亦都係正式開始咧就係播放佢嘅節目。咁暫時咧都係報道一啲嘅宣傳片嘅啫。好啦，我哋咧再聯絡翻咧就喺大埔亞視廠房門口嘅記者黃婉晴啦。好，黃婉晴，你嗰度嘅情況係點樣？好啦，好彩嘅。其實喺亞視中斷咗廣播信號之後啦，有新聞部嘅員工係落到大堂呢一度向在場守候嘅傳媒揮手，而喺中斷咗廣播信號之前啦，亦都有唔少市民係喺亞視門口度聚集㗎。而家都見到啦，有亞視嘅員工啦，即係喺公司留守到最後一刻之後，就陸陸續續咁離開。咁而講翻較早之前嘅情況啦，咁喺11點59分嘅時候咧，在場嘅市民咧就為亞視中斷廣播信號啦，就視發感到咗。咁之後咧，亦都有人播出一啲亞視嘅主題曲，咁就去即係告別亞視咁樣嘅。咁喺亞視嘅廠房就情況大概就係咁樣嘅，李俊。好啊，唔該曬黃婉晴嘅。咁剛才睇到咧，啲員工咧就放工之後咧就已經係離開咗亞視廠房啦。我哋而家再睇翻咧就係而家嗰個電視嘅畫面啦。亞洲電視嗰個嘅 logo 啦，同埋廣播啦，亦都已經係正式咧就喺唔多裏邊消失啦。咁而家咧，模擬電視嘅頻譜啦，同埋數碼電視嘅頻譜咧，已經分別咧係由香港電台同埋 ViuTV 係接手廣播。